一個偏南氣候成為廣東大熱特性嘅天氣話，大部分地區上升至28度或以上，令地區行近嘅雲天雨勢。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，今晚大致多雲，吹和緩南風，多雲，風勢清勁。展未來數日部分時間有陽光，日間炎熱，節假週末有幾陣驟雨。一個偏南氣候會喺未來數日影響廣東沿岸，該區日間炎熱，高溫則會在未來一兩日北向南北部及華南沿岸。該天氣大致良好，與高空反氣旋會在本週中期減弱，而低壓槽會在本週後期為華南帶來幾陣雨。